干你啊！20一点啊，干嘛？2486一个。北七哦。你2486了。我就关掉，我就报警，我电视上，然后我再去敲门去。很久没有牙了啦，很久没有牙了啦哈。按怒的全部锁掉，按怒的可以出去了啦，不欢迎啦。哦，没什么好看的啦。来，各位，人数都一直掉上不去怎么办？啊，各位朋友，可以讲一下经过的事情吗？人数太少了哦，人数太少了，不想讲，可不可以？好了，没什么好看的哦，可以出去了哦。啊，都不要分享没关系哦，都不要分享没关系啦。上不去怎么办？你们要不分享？我说真的啦，我没有在买人数的啦。要卖东西了吗？没有卖东西啦，我有事情要宣布啦。哎呀，先分享一下好不好？哦，真的啦，来打111777的全部封锁。哦，打5566的也封锁，来打999888的也封锁好了啦。哦，来乱的，每个人哦，做人留一线啦。哦，不用这样一直人身攻击啦。啊，不然你那么厉害，你出来做直播啦，好不好？你出来做直播啦，好不好？打666777的封锁，不。听我的刷666，我看你们分享次数太少了哦，我时间已经到了，我都不太想讲哦，人数不到300个，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分享？各位啊，你们到底有没有认真分享了？各位朋友，上一档800多个人，快900，这一档剩316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，没错哦，还是你们觉得啊，我真的讲话都讲讲而已，真的不敢提告啊，各位。来，各位，你们觉得我只敢嘴巴讲一讲，不会提告任何人，是不是啊？来，是不是各位？是不是各位？是不是各位啊？就觉得我真的人生很好欺负，就可以一直霸凌我、攻击我，是不是？刘大，谢谢你，按怒的，你还要再按吗？我不想封锁任何人，好不好？很累啊，请你们放尊重一点，好不好？你尊重我，我就尊重你了，好不好？这样。今年哦，说实在的啦，做酸民你要有酸民的榜样啊！哦，人在做天在看啦，做人留一线啦，日后好相见啦。你们没听过这一句话吗？整天这样乱，没有很好玩，真的啦。要不敢开真账号，整天开假账号。你觉得药王会理你吗？没关系啊，网络上查一下，网络上查一下就知道。他们以前过去在干什么的？哦，网络自己查一下，我不想讲。我问我律师朋友，他说这90%告的，谢谢你啦。这台卖什么？没有卖东西耶，好不好？好，要当键盘手的，你可以出去了，我不欢迎你了。好不好？我的台我要封锁谁就封锁谁，对我的权利 ，OK 吗？那个药王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今天如果没有公开道歉的话，诚意道歉，或者进来酸视讯跟我公开道歉，我一定提告你们。我说到做到哦，请问一下，我妈妈得罪你了吗？你开直播骂我妈干嘛？我妈得罪你了吗？来，请问一下，你夜店唱你们的歌干我什么事啊？我妈得罪你了吗？不然你骂我叉叉娘是什么意思？你骂我娘是什么意思啊？来，大家加他进来酸视讯，跟我公开道歉啊！大家标记他，加他进来，赶快。我不管你以前有没有买过东西，你。在那边酸的，在那边泡的，我就是封锁了。我就是封锁了。我妈妈无缘无故被骂干你娘，我妈妈被骂干你娘嘞，这不告吗？影片有在粉丝团自己去看，好不好？影片有，我有影片，有好心的网友传影片给我。说他们昨天去夜店，在那边骂我、攻击我，影片都有，影片都有，影片都有，好不好？影片都有啦，不是没影片啦，我 FB 影片有 po 出来的，自己去看，这不用问我他不进来没关系，不道歉没关系啊，我就是提告而已啊，哎呀。
可能会上电视哦，哎呀，可能会上新闻台哦，哦，可能会上电视啊，哦，艺人攻击直播主嘛，一定会上新闻、上电视的吧？应该会啦，哎呀，他们要红哦，我叫记者让他们更红，好不好？全部知道要网的，全部私讯他们粉专，叫他今天道歉啊，叫他们今天道歉，公开道歉啊，不然我就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就直接提告了。哦，我就直接真的提告了，我不是在吃嘴讲什么不敢告哦，不是不敢告，是要或不要而已啊。如果你喜欢我，拜托一下，去私讯粉专加公开道歉。影片在这个粉丝团自己去看哦。好，影片在这个粉丝团没有删掉，刚po上去了一段时间而已，自己去看。反正我有证人啦，你没经过我的同意啦，做一首歌就算了，用我的照片啦，我一定提告你啦。哦，再来，听说你昨天在夜店唱那一首歌啦，你又有骂我啦，好不好？哦。反正好啊，双敏可以出去了，好，不要到时候真的被告在那里，对不起什么小的，你家的事啊，关我屁事啊。